喺東方僱傭服務，每位留宿女傭都喺我哋專屬嘅印尼培訓中心開始泰劇旅程。呢度係我哋塑造紀律、技能同準備嘅地方。冇任何幫手配對同部署到新加坡嘅家庭之前，當實習生到達嘅時候，我哋會完成全面嘅入職流程，呢一包括身份驗證、醫療篩查、工作經驗核查，以及清楚嘅房屋規則、安全措施同日常安排簡介。由第一日開始，每個幫手都進入一個有結構嘅環境，呢個建立責任感同專業精神。每日點名俾我哋嘅協調員能夠監察紀律、出席、行為以及整體態度，呢啲素質同技術技能一樣重要。每位女傭都接受以新加坡家庭標準為基礎嘅密集實操訓練。佢哋學習清潔同衛生、深層清潔方法、洗衣護理、原燙同埋正確嘅布料處理。佢哋接受咗基本亞洲烹飪同廚房衛生嘅訓練、材料準備同安全食品處理。為幼兒照顧，佢哋練習衛生、沖涼程序、配奶、配方奶或母乳餵哺、安全意識同埋情感照顧。為長者提供支援，佢哋學習行動協助、藥物提醒同跌倒預防技巧。Acronym， 我哋嘅護理人員經過訓練，了解基本嘅失智行為，進行安全嘅轉移，應對緊急情況，並同有記憶或語言困難嘅長者保持冷靜溝通。行為同態度訓練係我哋計劃嘅一個重要部分。我哋會指導幫手點樣用尊重嘅溝通方式，跟從指示，管理壓力，應對思鄉之情，保持界線，以及去僱主屋企展現專業形象。喺配對之前，我哋所有嘅女傭都會經過實務評估。咁到達之前，每位女傭都會接受新加坡家庭期望嘅最後簡報。呢個確保由訓練中心到你屋企嘅過渡順利。在東方僱傭服務，培訓不僅僅係一個要求，佢係信任嘅基礎。我哋喺印尼嘅培訓中心，確保每位幫手都技術熟練、紀律嚴明，並喺情感上準備好以安全、尊重同埋專業嘅態度支援你嘅家庭。